到底每一个需要主你听的所在，所以求主你嘛找永远，成做你的工区，成做伫这个地区，伫所有的所在需要听的所在，每一个人的祝福。愿主你带领阮头前的路站，阮将阮家己拢交托伫主你的圣手。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当咱三甲主这所在，咱今日搁要一届来体验耶稣基督。其实当阮刚刚在讨论这个培灵会的题目的时，我当有一个想法，互咱传福音，互咱搁一届互福音，互咱所伫地区的人看见。为什么？咱想，搁10冬以后，咱的教会剩啥物人？搁10冬以后，你期待你的下一代，你身躯边的人，敢搁有伫教会？你若期待，那安尼，咱要做这个事，做啥物事？讲起信仰的故事。问咱在座一个问题：你敢相信你的耶稣基督是真的？你敢相信你的耶稣基督活的？那安尼，你要安怎共讲？你要安怎互看见？中华伫倒落，用咱的性命活出耶稣基督，互咱的故事讲出耶稣基督。所以今日邀请两位医师，这两位医师是真半空吼，伊的时间来伫这中间，甲咱讲起故事，甲咱讲起一个团体信仰的故事，属伫个人的信仰故事，互咱知主甲咱三甲伫地。咱嘛咧伫听故事的过程的中间，回想咱家己的故事，互咱的教会，互咱宜林区的众教会，10冬以后，教会也搁咧讲咱群体的故事，也咧讲咱家己的故事，互咱借着这个培灵会，咱来听，咱来看，咱记伫心中，咱活出这个故事，吼。过来，直接来甲大家报告一个咱的时间啦吼。咱今日时间主要是咱等的吼，2点20到2点半，咱吼先邀请曾孝成牧师为咱来介绍讲书，然后咱伫2点半到3点半，咱就要来进行第一讲，然后咱有一个休困的时间，3点半到3点40，最后咱3点40到4点40是第2讲。煞来时间留互咱大家，若有问题，若有要分享的，咱做伙来讲。这是咱邀请庄孝生牧师来为咱介绍。咱宜林区这届的这信徒造就会真特别，往年咱拢请牧师也是一个学者，吼。其实咱今年上帝甲咱。安排2个真资深的咱教会的同工，今仔就是咱2个讲员。我先介绍第一个讲员啦吼。赵文崇医师是可能咱大家有熟悉，因2位有足侪同质性啦。第一，因2个拢是长老；第二，因2个拢医生；第三，因拢差不多甲宗教有关系。第四，因用因的一生，因的工作啦，用因的职场。诚做宣教真要紧的一个工具，吼。
我先介绍今仔日的第一个讲员，即个赵文崇医生，吼，赵文崇医师。今仔日咱的讲员为虾米？咱的上头咱的感动，咱区的牧师会安排咱的即个信徒来做即种的讲事。最要紧有一个精神，就是要鼓励咱在座当中，莫看轻咱家己，吼。基督徒伫咱的职业、伫咱的生活中间，真做一个真要紧的福音的工人。有当时，毋是讲有当时，其实大多数的时间拢可能赢过牧师。因为初代教会就发现讲，牧师伊的专业应该就是讲道甲祈祷，毋是讲关伫礼拜堂内底，就是讲伊专业做较专时间做祈祷、守望，甲做即个传福音的训练的工作。今仔日个赵文崇医生，伊本身是一个儿童神经科的足专科的资深的医生吼，所以有真侪囡仔伊在迟缓，伊出世了，伊发展即个部分就是赵文崇医生的专业。所以也因为安尼，伊过去捌伫中基、二基甚至喜乐法院有真侪囡仔，早期即个囡仔较细汉的囡仔，拢会受到赵文崇医生的伫迄个诊疗的过程中的陪伴，伊足有心伫囡仔的发展，吼。咱来知影讲囡仔伫学龄前的发展，其实对伊一生就已经差不多有足大的影响。赵文崇医生甲黄敏生医师，其实因两个人拢是即个咱台湾教会的长老，吼，现今的长老。赵文崇医生过去是彰基的儿童医院的主任。后来上帝互伊发展有机会伫普基来协助，后伊的人生、伊个医疗就一直到今嘛拢伫普基有足资深的参与啦吼。普基有足水的故事，我对赵文崇医生的分享，我话足感动。伊今仔若有讲，我莫替伊讲，先互伊讲了，若有以后若有机会，恁再问伊吼。赵文崇医生伫即个921了普基的发展有一段足长的时间。迄个过程中吼，足水玻璃基督教病院的即个福音的发展吼。即个故事最主要就是要鼓励咱，其实咱要安怎甲上帝讨讲，用咱的职业，用咱的工作，真做伫上帝的祭坛顶悬的活祭来奉献给上帝吼。这是赵文崇医生的即个部分，伊的专业的部分。伊伫普基做过院长，即摆是普基的即个董事长。伊本身阁是喜乐保院的董事，咱真欢迎今仔有这个机会来邀请到因两位吼，邀请到因两位因特别用欢喜的心来甲咱做分享。我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予赵文崇医师。这个黄敏生医师的介绍，我等一下伫伊要分享之前，我才请伊来做，我再甲介绍。这个是 remote 吼。这是前后安尼吼。直播角度会比较好。不能给他调掉。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吼。虽然德堂教会我定定来啦吼，足古早，迄个曾牧师拄来的时，我就拢定定来。但是今仔日要来遮徛讲堂吼，讲台我是真，咱讲做担吼，咱台湾话讲担啦吼。我看恁规个拢用台语吼，所以我尽量用台语来讲吼。我的题目是讲，爱我介绍埔里基督教病院
医疗团队顶悬安怎样在做啦？安怎样在做？啊，我是长工啦吼，咱讲部机的长工吼，所以我就无提示啦吼，无提示。今仔日我应该台北有医学会，但是我甲停止吼，所以我感觉这个较要紧哦，这个较要紧。啊，虽然是讲较要紧啊，我是担啦吼。啊，我希望我会当将保利基督教病院的医疗宣导小可分享互大家吼，讲伊安怎样在做吼。啊，要开始大声咱三甲来祈祷吼。天父爸，保守阮下面的时间是你咧讲，毋是世间咧讲。多谢你甲阮三合伫地祈祷靠主的圣名，阿门。保利基督教病院甲真侪的咱东南亚，尤其是台湾吼，宣教拢是差不多伫18世纪初有一个大运动吼，大使命吼。啊，迄个大使命是为马太福音主耶稣要上天进前，伊甲学生的交代吼。啊，这个交代真简单，大家拢会晓背。讲，所以恁着爱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听吼。啊，用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吼，互因凡啊我所吩咐恁的，恁着教示因遵守。我要甲恁三个伫地。伫到世界的路尾，简单几句哦，简单几句。啊，这几句哦，诚做差不多18世纪开始吼，迄个为英国、为德国，因对外口真大的宣教吼，宣教。啊，迄宣教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来到伫咱台湾吼，台湾。啊，这个非常要紧吼。战后的台湾有真侪人选择诚做咱台湾诚做因宣教福音的所在吼，啊，这个是真要紧吼。啊，保利是一个真无方便的所在啦吼，保利是一个真无方便的所在。伊无海啊，无铁路啊，无公路吼，所以迄阵去到要入去保利，拢爱伫草屯吼，爱草屯爱换用行的吼，啊伫草屯换布的啦吼，换草的，换草的，啊行入去保利，啊伫遐做生意做代志了后，佫行倒出来，啊佫伫草屯，啊佫换草，佫换另外一箱草的吼，所以迄个做啥？迄个做草下屯吼，草下屯。啊，草下屯伫迄个时阵，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吼，有人选择伫遮有搭桥吼，搭啥物桥？搭资源甲人的心的桥啦吼。啊，所以阮阮边仔遐有一条桥，迄个做爱兰桥吼，爱兰桥。啊，爱兰就是伫迄个铁山迄个所在吼。迄个。保利有2间教会，一间叫做保利长老教会，啊，一间是爱兰教会。爱兰就是伫迄个阮隔壁遐吼，啊，爱兰教会真强吼，爱兰教会。爱兰桥边仔有一个爱兰桥，啊边仔就是保利基督教病院，啊，将即个爱兰桥变做资源沟通的所在吼，资源沟通所在。甲保利基督教病院有关系有3个人吼，有3个关键的人吼。这3个关键的人呢，就是咱若注意看吼，即个中即个是孙雅各牧师，啊，即个是孙雅各牧师娘吼，边仔即个孙雅各牧师娘，啊，佮边仔即个是世界展望会的创始者，叫做 Bob Pierce 吼 ，Bob Pierce。这3个人对保基有真大，其实毋是干对保基，对整个台湾的战后的迄个宣教有真大的一个影响吼。啊，这3个呢，咱来详细甲看吼，对详细看。
伫即个孙雅各牧师的后壁呢，是台湾长老教会。孙雅各牧师迄当阵是长老会山地部，伫总会山地部负责吼。啊，伊伫台中呢，咱拢会注意着讲哦，啊，伊就是透过教会牧师啊来帮助即个迄个保利基督教病。但是事实上，咱袂记即边仔一个人，即个人呢是吕春忠牧师，吕春忠牧师，咱以前拢叫伊做平湖伯啊，平湖伯啊，伊真够讲哦，逐早起拢伫迄个广播电台讲福音吼。啊，阮爸爸真爱听伊的吼，所以细汉的时阵，定听着平湖伯啊，伫讲上帝的道理吼，这个是我迄个。啊，即三个迄当阵，吕春忠牧师、平湖伯啊，就交代即个社会牧师伫台湾的中部设立即个山地医疗吼，山地医疗伫遐服务。上时间呢，才有一个女主吼，即个女主就是孙理莲、孙雅各牧师娘。伊迄时阵，伊无甘愿做牧师娘若定啦吼，伊感觉讲伊爱做体制外做牧师做袂到的代志，所以伊伫遐伫含即个门路会即个高干员，伊伫遐合作，伫花莲就是中央山脉的东边遮，伊做真侪个山地医疗的代志。后来伊就是去拄着教会牧师，伊甲教会牧师拜托，伊讲拜托安怎样呢？伊讲吼，这教会牧师讲，有一天我拄着孙雅各牧师娘吼，孙雅各牧师娘啊，孙雅各牧师娘甲我讲安那讲，谢医生吼，这个困苦散车的人呢，有需要你吼。阮有一个巡回的医疗巡回诊所，啊，会当阮有请3、4个、4、5个，咱会当做伙出诊，啊，主要是伫山顶啦，主要山顶吼，啊，因团港主的代志吼，啊，为着伊的缘故，为着咱主的缘故吼，咱会当甲因医好因的伤口吼，啊，照顾因的病痛，啊。教会牧师并无提示啦吼，教会牧师讲这是我第一个挑战吼，啊，我并无提示，所以伊真紧伊就答应啦吼。所以教会牧师讲我无提示，啊，阮伫迄个山区真狭的山径咧走吼，啊，阮困伫土骹，啊，阮伫雾的中间，伫雨的中间，阮规身躯澹了，但是阮甲主同行吼，啊，伫拯救生命吼，啊，这互伊安尼规身躯很兴奋，啊，这是真一个真确实的一个信仰的告别吼，啊，这就是迄当阵迄个补给吼。另外这会车落爱经过迄个大条溪，啊，规身躯澹漉漉吼，啊，逐个你若注意，即个是德公啊桥吼，德公啊桥，啊，顶悬在红人。啊，迄若讲真吼，一定是不准的啦吼。阮即摆咧走迄个，阮即摆咧走山区嘛是无通安尼咧走吼。若小可有一个山区的落石，啊，阮就停止会惊吼。但是迄当阵安尼拼，伊咧讲的，孙雅各牧师咧讲的，就是讲吼，伊有一个叫做迄个埔里山地中心诊所。啊，山地诊所就是伫即个所在，啊，即个已经拆掉去啊，即个伫遮，啊，伫遐开始咧照顾山区的即个咱的原住民吼，原住民。当然，伫迄个时阵，咱伫遐关心因，啊，顶悬有巡回医疗，啊，即个病人若有较严重就送落来，所以敢若一个门诊无够，所以真紧伫迄个所在，咱都有开始。有住院的需求，住院的需求，住院的就是病院的需求的是，迄个时阵就开始咧找土地吼，找土地。即个 Bob Pierce 就是
世界天文会甲孙雅各牧师娘两个有联合的时，即个孙雅各牧师娘就有一工就带即个 Bob Pierce 去山区遐看。伫迄个进前呢，因就已经有用德光啊去10间的迄个住院的迄个住院病房吼，即拢德光啊用德啊所起的吼，啊即德光啊病房，啊真内底拢大院，你话这用土角厝迄个所起起来的这吼，啊即个时阵即个无够额，所以拄着 Bob Pierce 呢，伊来。伊互保利基督教病院一张空白的支票，甲互伊讲你去，啊，甲即块土地，就是即摆目前保基所徛迄个土地，甲买起来，伊讲认领这块山坡地，认领啦，claim the here， build a hospital with a cross on the top，so the God's kingdom， 神的国度可以被整个的这个神的这个整个的山谷的普里山谷可以看得到。伊讲把这块土地甲认领起来，这爱真强的信心啦，认领起来，这个甲上认领，甲上帝认领，这块土地上帝互咱伫遮，拄亲像古早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讲叫因去迦南地，甲迄块土地认领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吼。空白支票爱偌济，你拢甲填落就对啦，毋免惊吼。所以这个奉上帝的名，甲即块土地认领起来，认领起来，啊，伫遐起一间病院，甲12个囥伫顶悬吼，啊，互即个地区的人拢会当看到上帝的国度。所以伊即个 Bob Pierce 遮尔啊大的信心吼，听讲伊去到世界的逐个所在，拢总伫开空白支票啦吼。伊空白支票毋是讲不道的空白支票，伊是空白支票讲你有需要，你就甲填去，偌济咱后壁再来支持。所以即个 Bob Pierce 伊做即个真要紧的工课吼，啊吼，所以了后。阮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个徐宾诺吼，就是即个徐宾诺，即个就是阮即摆咧叫伊阿公迄个人吼，迄个阿人，迄个伊就讲，伊就开始起啥？即个徐宾诺吼，就是开始起埔里地区的第一间的控股里吼，钢筋水泥啦吼，啊，这件上第一埔里第一间的山地医院的设立呢，就伫遐起来。1958年动工吼，1962 6月就献堂吼，这个病院，迄个真要紧的建筑吼，即摆抑阁保留起来，保留伫迄个埔里基督教病院入去的倒手边吼，呀，啊，迄个12个有缘伫遐，阮有甲保留起来。这对阮来讲吼，是对埔里基督教病院是真要紧的一个迄落吼。啊，这个是传奇的人物吼，埔里的阮讲叫伊阿公阿嬷吼，啊，这个是阿公吼，伊叫做徐宾诺，伊是为挪威来吼。啊，伊对迄个细汉，伊是本身是一个护士，男护士。你看伫迄个40年前，人挪威因都有查甫护士吼，啊，真疼细汉个，啊，伊人真悬吼，啊，你看细汉个，伊拢爱翘躯底甲吼，啊，伊无偌久，伊有娶着一个某，即个某嘛是挪威人吼，啊，伊是伫第2次世界大战了后。外地的迄个一个家庭医学科的一个医生，伊去美国吼，包利莫，伊去学迄个麻醉科，啊了后伊决定要来东南亚即搭遮
做医疗宣导，所以伊来当甲介绍，伊去屏东基督教病院了后，伊去埔里，两个总结连理啦吼，即两个做结真好的连理，总开始伫埔里开始做医疗传道。因为一个是医生，一个护士，这和咱倒变，这个医生是查某的，护士是查甫的，这两个搭配真好势吼，真好势。我和因做伙的时间，毋捌看过因两个相骂啦吼，毋捌看因两个相骂啊，这真好的一个搭配吼。这个查某的迄个阮讲做季欧慧医师吼，伊是家庭医学科医师，所以伫迄个时阵，差不多所有的病伊拢会当看。过来呢，伊会晓麻醉，所以对伫生产的代志会当麻醉，这个是足要紧的一个迄落。妇人人咧生产真痛苦，生袂出来，麻醉爱随开刀，这伊拢会当做。所以伫迄个时阵，埔里基督教病院做真好的工伫即个山区吼，做即山区，受到真大的即个推崇啦吼，推崇吼。即个就是因伫做的是，因无掠家己做上大，因无感觉讲我医生我着高高在上，无讲我护士是高高在上，因伫遐有北欧挪威因的宣教的基因，因的基因是叫做。因讲做 diaconia， 即个咱伫台湾真罕得听着吼。diaconia 意思是 deacon 是执事的意思，因无真重视，讲着爱做中长老啦，还是啥？因执事是侍奉的职务，你着爱通过侍奉，所以任何伫做侍奉的人，伊着会当去。做传福音的工课，所以因讲安怎？伊讲伫弱势的人的需要，你着爱侍奉服侍弱势的人的需要。你爱去安怎？你即个你看到有人弱势，伊有需要，你着有责任，你着爱服侍因，吼。即个服侍因的中间会当改变生命。改变生命，你着爱谦卑，你着爱顺服，谦卑伫上帝的面前，谦卑顺服上帝互你的工课。伫这个情形哦，毋是讲做我的善事啦，我咧做这个代志，毋是我咧做，是主交代我的善事。这拄亲像咱圣经咧讲的，讲主伫最后的伫遐咧审判的时，甲迄个白色的绵羊讲哦，你是好，你通来食吼。我喙焦的是你互我啉，我伫家里你来甲看，我烫体的是你互我3000，我腹肚枵的是你互我食。迄个讲有吗？咁我敢有互你食的物件？伊讲有，你做一个伫至微细的一个，就是做伊伫我。所以主耶稣伫遐甲伊的学生伫讲这的代志的时，有真济的医疗的传道，因是安尼咧做。因甲讲医疗毋是传道，是爱服侍，着爱服务吼。所以毋是我的善事，是主所交代的善事；毋是我家己在做，是上帝甲我咧同工。所以因即个diaconia的概念啊，就是讲服侍上工的概念，含咱这个实际的是无相像。实际是讲我做善事来得到家己的心安。这个是一部分尔，咱是做上帝所交代的工课，因为伊安怎？伊讲恁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听。凡我所教示你的，你着爱去做。我要甲你到世界的落尾，拢甲你同在。所以这个概念，伫北欧的医疗宣教，因真要紧，因真要紧。所以阿公阿嬷的服侍真济，孤儿院TB 有真济的 TB 的病人小儿麻痹伊医疗伫迄个时阵，上时伫迄个时阵有吸引真济的宣教师来到伫埔里的地区。这个宣教师内底有包含咱祈祷的阿嬷伊伫
加州嘛来，伫遐学看安怎样做小儿麻痹的照顾。后来伊即支就陪来咱二林吼，陪来咱二林。伫即个所在，伫二林的所在，伊建设咱的马喜乐的医院，就是即个代志吼。咱真要紧的，这就是迄落。所以详时伫迄个时阵，1955到1970的时，保利的保利基督教病院做中心，山地中心诊所到保利基督教病院，伊迄个时阵有差不多有12个机构，含保利基督教病院做伙伫做服侍上工吼，就是讲diakonia即服侍的工作。因伫迄搭遐咧传福音，因所传的福音是照顾即个弱势的人，伫迄个时阵做真好的工。所以后来，即个病院开始，上帝慢慢伫互伊转型，互伊拢挖靠外口的资源、外口的奉献、外口的关系，慢慢互伊变做独立。以前拢是食奶，但是后来慢慢帮助即间病院会当食应食啦，会当食。家己食消化，这决定若有机会我就会通讲。伫迄个中间开始，迄个管理的即个组织开始改变。世界展望会慢慢退出，长老会真早伫教委牧师过身了后，就慢慢就退出啦。然后来就敢若剩挪威即个阿公阿嬷留伫遐，但是外口的，咱讲美院啊，还是外口的援助愈来愈少，即个病院愈来愈实，愈来愈无力，强要花去。但是讲安怎讲，江残的灯火它不熄灭，吼伫迄个时阵安怎，将基的院长，迄阵是吴进春，吴进春院长为马街来。迄阵就讲，来，咱爱去帮衬吼。上帝的产业若经营甲倒落去吼，这是基督徒医生的见效啦。伊迄阵甲阮安尼讲，所以阮感觉讲这就是咱的兄弟，咱的迄落。所以迄当阵我嘛是伫士林咧服务，后来迄个吴进春院长，伊就派我入去埔基吼，伫埔基遐斗相共。迄阵咱下一工的工师，迄个黄敏成医生伊嘛是伊差不多早我半冬入去早我半冬入去，伊伫遐嘛是做真好的工。所以上帝伫这安排遮，开始有咱家己的人徛起来，家己来帮衬即间病院。即间病院伫迄时阵强要花去的时，我派入去，吴进春院长就是迄边的董事长，甲安怎讲？伊讲入去，若会当改就改，会当扶起来就扶伊起来行所以入去了有真侪的问题，咱的感觉拢毋是问题，迄就是伊个意识的问题。七讲八讲真紧，即个病院就慢慢悄就开始加速好势。所以伫迄个中间，即个病院徛起来。我甲吴院长讲，跟吴院长讲，咱是要甲收起来，还是要扶伊起来行？伊讲一句话，讲扶伊起来，扶伊徛起来，互伊家己行，互伊家己行。安尼，即个无相像的观念，咱互即个保利基督教病院徛起来，开始行。所以伫民国74年1985。开始，一到1995差不多即个时间，即个病院慢慢开始栽起来，开始有外来的医生开始入来，护士伊有家己的护士，家己做了真好势，慢慢徛。要甲大家搁继续讲的，就是讲921大地震，921大地震对伫即间病院来讲是
另有任务啦。迄个大诶地动诶进前工呢，大地动诶进前工，920诶时，拄好即间病院开始有一个做一个大量伤患诶一个演习吼。啊，伫迄暗吼，迄暗921诶迄暗吼，920加920过921诶清早零时诶时阵，咱若有注意看，遮有一台950车，即套950车是为台北拄好在迄当阵诶一个，阮诶院长去台北去募款，要转来，啊伫遐车拄好停好势，开始地动来吼。啊，伊若慢1点钟诶时，伊就袂伫入来啊。啊，伊入来了后，就开始即个补给诶一个救灾诶工作吼。啊，这咱会当看吼，921诶。啊，玻璃的暗暝的一个劫难吼，这开了足济的送即摆伫即个玻璃吼，啊，伫玻璃的地区，咱看安尼人踢田吼，踢田。你看迄个玻璃的入口，那咧做庙会一个请老热的，你若毋知影，敢若看这哦，看若是咧请老热，毋是，遐拢总是送即摆病院，准备要救伤的迄个人吼，啊，本身。虽然是保利基督教病院，但是阮的急诊室、阮的 ICU、加护病房拢是有真大的一个创伤，所以伫迄个中间开始有咧想，阮保利基督教病院是迄个时阵唯一留落来一间会当外科开刀，因为伫迄个进前一档，阮拄仔有一间新的一个大楼，叫做迄个3D 医疗的宣教大楼，拄仔起起来。迄个大楼内底的开刀房啦，所谓做设备拄仔好，拢真好势。阮拄仔咧募款，保利基督教病拄仔欠差不多，抑阁少2亿，抑阁欠差不多抑阁欠100吼。啊，拄仔咧募款的时，就地动来，大地动了后，台湾的各地拢对即个所在有真大的期待吼，有真大期待。阮就开始准备即个期待地动了后，阮家己本身嘛是受灾户，要安怎？有真济大量的捐款入来，阮开始当时会就有做重建的顺序。这个重建的顺序有分级吼，第一个级就是急性的医疗爱先恢复。每一天都有上千个这些急诊的病患进来，啊，灾后有真侪心灵重建，阮有拄到真侪的即个长辈，伫灾后的一冬自杀真侪，啊，心灵空虚、郁卒、无希望，啊，开始阮就爱做健康社区的医疗，社区的福利阮嘛爱管起来。一直到尾啊，阮甲病院的重建放伫第5项上尾啊搭做吼。所以即个在当时的伊就感觉讲，社区是要紧，你爱通过服侍社区的需求，爱看社区有啥物需求，咱爱做即个需求的供应者，帮助他们吼，帮助他们。所以真要紧的就是。阮医疗人大概就是门诊的服务都一定爱做吼。那除去一般的服务了后，阮嘛爱甲这个医疗，以前拢有3D 医疗拢咧走，啊袂使讲地动了你都家己自求多福，袂使安尼。所以开始嘛甲医疗拢爱送上山。啊，即个我想咱可能无啥感觉即个代志。阮伫山顶，阮阮是真深切吼。迄地动了吼，迄个山的山土吼，拢松去。啊，你一若落雨，一定是土石流，一定是山崩。所以，若好不容易有开一条路出来，顶悬铺担仔架，阮会感觉哇，迄真好。但是，过来风台过来，啊，遐就拢好扫掉去吼。所以，这是一个真大的一个考验。但是，游园伫即个地动的中间，即个一步一步嘛爱做。伫山区拢爱做遮个代志吼，即个就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阮有看到社区的需求。社区的需求是安怎？阮看到即个吼，
1999年9月2日地动了后，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过当年的10月、11月、12月，你看注意，伫即个所在，灾祸自杀的人数，男性、女性加起来合计，第一个月10个，第二个月6个，过当年1月一个，过年，过来你看20、17、19、16、18、20，每一个月自杀的人真侪。阮感觉讲即个袂使吼，因为人的心有资源你摕袂着，等于是无资源。你迄个希望无法度通真遥远的事，等于无希望。迄个，你等于无希望。所以，阮着爱帮咱遮的老人爱行出来，毋通带厝里行出来。伫遮伊有朋友，抑搁伫咧，伊抑搁有会当贡献互社区，贡献互人，互相鼓励，互相互相。老人毋好带厝里，所以伫即个中间，阮开始帮咱。开始，阮有开老人的日托，吼，互因伫遮，阮下面做伙活动，下面有一个活力，吼，互因有一个对明仔载有一个希望。有真侪个人对明仔载无希望，等于佮看到迄个厝邻的废墟，电视无人甲修理。毋知要安怎，赶紧去困。电火也无人修理，像即个，互伊出来，有朋友通明仔载早去，通过来即个日托站，下面伊个伴，有开始有做真侪个社会的工课，所以开始因为有一寡无来，是安怎无通食，是啥物，伊无来，逐个因着互相讲某物人无来，咱是毋是甲送便当去？开始有独居老人的送餐的服务，开始有。因为独居老人的送餐服务，咱开始发现有真侪个独居老人，尤其是偏乡，咱遮厝边隔壁雨咧花咧，就咱拢知。但是伫迄个山区，毋是安尼。你的隔壁有可能是15分、20分的塞车的时间，尤其是山内的部落吼。独居老人身心障碍，因需要居家服务，爱去厝邻甲伊服务，换一个电铺甲伊迄个便所小可用互清气，互伊迄个落要去即个迄个厕所的路，以前伊要少年无问题，但是迄个路坎无好无安全，这开始要去注意吼。开始有诶，尤其是因咧有诶拢讲有身心障碍这拢爱去甲斗注意吼。才开始，因为安尼嘛注意到讲，甚至伫埔里地区嘛有真侪伤残老人，因需要长期的照顾，所以一步，上帝互阮看到社区的需要，这真要紧。你看到人的需要，你感觉家己有责任啦，家己有责任吼。伫迄个中间，阮就看见中寮。南投县的中寮社区遐是真特别的一个，拄好是伫南投县德山南投市德山、埔里、信义甲仁爱的中间，遐是一个山区，真歹去 reach，真阔，遐佫是地震921地震的边所以迄搭遐伫迄边受伤非常的大，但是足少人入去伫遐咧看。遐因为交通无方便，无迄个交流道，所以嘛无方便。所以到尾病院有一个决定，就差派有车派，亲像咱车派护士去伫即个偏远，也是迄个东南亚伫外国需求的遐，咱车派的电力有车派，咱的护士入去即个入去到地了后，看到咱真济的偏远地区，毋是医疗会当煞的，毋是医疗会当煞的。
真侪是社会问题、经济状况，像遐个搁来是迄个习惯的无好，吼，习惯的无好，食真侪的即个生猪肉，吼，真侪的迄个香菇，真侪会变做痛风这个，吼，关节的问题，吼，巴拉圭，吼，肝的问题，是因为酒的关系 ，TB， 即种家庭生活的情形是真久长的代志，所以毋是一个医疗会当煞的，毋是医疗，所以有其他的需求，儿童课后服务，这个有需要做，老人之间照顾，拄则有讲的。有真侪的青壮年的失业，这咱爱去甲特别爱甲注意。所以，即个拢总是山区偏远弱势的社区因所需要。这伫咱都市其实虽然有，但是无人去特别甲看的是，有可能咱的资源真好摕到，但是因遐的资源真歹摕到。所以，伫即个情形。当时话就搁决议，我要成立叫做愚人之友基金会。这愚人之友基金会是甲病院的人有真侪的捐款入来了后，这个捐款内底有爱买补给去关心这弱势的人的，咱切出来做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社会服务的基金，这个包括真侪山区的这个社会吼。伫第5届的第3次董事会就安尼决定，所以即个愚人这个戆人，就是拢你家己的需要，塞卡创啥物话，你爱摕出来帮助社会。照理讲，这是国家爱做，但是该当你伫迄个所在，你有看到人的需要的时，你有感觉到家己保理基督教病院有责任，所以咱就另外拨即个钱。无你若伫用的是，定即个迄个。这个卫福部吼，迄阵卫生福利部，迄阵是卫生署，就会甲你念东念西啦吼，讲你这敢是应该用伫医疗，你来起伫救这啥物人吼？用伫过价点源无用稳啦吼，所以到尾阮就是用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开始咧做这个社会。弱小的社会的人吼，是需求的人，安怎样甲伊帮衬，互伊会当伫即个，尤其是老人伫迄个所在会当得到照顾吼。即个照顾都毋是医生，医生当然要紧，但是伊就毋是主角。真侪的社工人员、社会护士有一个志工即个社会的即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这个就是开始拢会当做，甲组织起来，互因做这个代志。做了是真成功吼。社会问题，独居的老人吼，有真侪隔代教养的代志吼。酒精吼，真侪的即个医疗的服务，真侪的即个事故的伤害。叫经济弱势事故伤害有自杀即个我会感觉有真侪个拢牵涉到最后迄个社会。即个图互大家看，就是讲即个注意吼，即种囡仔就是讲伊伫妈妈的体内底时，妈妈一日到晚啉酒啦。我毋知影咱遮有无吼，但是伫山区拢有吼。因透早起来就是啉米酒配土豆做因的早顿吼。甲中昼因毋敢搁啉米酒，因啉叫做威士忌，甲那个威士忌吼。讲今仔下暗规日的气力吼，这个威士忌替你准备好吼。但是迄个威士忌内底有10%的酒精吼，10%的酒精，所以因安尼在遮，所以囡仔伫体内底几乎就是，咱讲叫做浸伫酒精内底啦。因为你老母所啉的酒精呢，伊的肝会当甲代谢，
但是你啉的即个酒精，若经过伊的胃入去伫囡仔的迄个胎胞里面的时，迄个袂够出来哦。妈妈拢会，迄个囡仔，迄个咱上帝所创造迄个，就是讲妈妈互我的物件一定是好的，我一定爱甲消化了后，才送出去，互妈妈甲替我甲排出去。迄个酒精嘛是安尼入去，所以你咧啉酒精，你可能醉一暗，第二天日时你就会当做代志。但是迄个囡仔伫体内底，伊会去互迄个酒精泡掉咧。你135在啉的时，伊就规礼拜泡伫迄个酒精内底。所以即个关系会互即个囡仔看起来亲像安尼，吼，亲像安尼。啊，即个伊咧读册的时，就对人袂着。啊，有当时啊足细汉的，咱讲，阮这讲这胎儿酒精症候群，吼，这是真伫山地定拄着的这，吼，所以所以，阮感觉社会的问题无简单，阮感觉最后爱卡着酒精，所以阮开始看到山区的即个情形，阮就爱推戒酒跟戒酒，要叫因戒酒无可能啦。但是拜托因吼，节制饮酒啦。啊，节制饮酒因听会落去吼，这真啊。你若讲你都爱戒酒，伊都毋插你啊。但是讲你若节制饮酒，伊就讲哦，好啦，节制饮酒。啊，阮通过教会，通过学校，阮做真济的活动，啊，甲伊恐吓，甲伊劝告，吼，啊，用圣经的道理甲伊讲，啊，用真济的即个阮的实务互伊看，吼，伊囡仔生出来的情形，吼，成立解酒推动委员会，吼，啊，解酒誓师大会伫社区，吼，伫教会解酒誓师大会有2500个，吼，真济，比今仔日咱在座的较济，吼，因为来遮啊参加解酒吼，啊真因嘛是迄落，啊然后呢，阮去仁爱国中，阮去甲做调查，足惊人的咯，足惊人安怎？因的男性的同学吼，有啉酒的男性的同学啉酒的即个经验吼，有将近40%啦吼，啊常常啉酒的占37%。啊，女性同学就无酒醉的经验，但是因有啉哦，吼，女性吼，因是无迄，但是嘛是有啉一寡，有啉常常啉，吼，较少啉无啉，人数12个，但是有常常有啉的，吼，有啉啊无酒精迄落，所以因真早就开始咧啉酒，因的毕业生同学毕业生毕业的迄个 party 吼，迄个 party 是安怎？大家啉秘鲁啦，啊啉米酒啦，吼，表示啉酒表示讲因大汉吼，大汉啊啉者，因阁有一个讲因有啉 XO 的啦 ，XO 的 whisky， 平常时啉秘鲁啉米酒，但是迄天因啉 XO 的 whisky。所以像即个，你会当感觉讲，以前阮若毕业吼，啊，着偷偷伫后壁安尼搏一支烟吼，表示讲，我着大汉啊，我会当食一支烟吼，搏一支烟。但是毋敢啉酒啦，毋敢啉酒。但是因即摆是啉酒当作伊是成人的一个征象，啊，即个是真毋好。所以阮嘛甲儿童节解酒生活公约，阮有伫遐伫学校，啊，阮互因看，吼，我著甲因警告嘛，讲你咧找对象，你千万毋通找迄个，你咧啉酒，你的女朋友袂甲你劝告的迄个，你毋通带伊，你咧啉，伊无甲你苦劝的，迄个查某的毋通做你的某，哦，啊是安怎？因为你会早死，哦，你会早死，吼。啊，你咧啉酒，你迄个男朋友袂甲你苦劝的，迄个男朋友你嘛毋好，你若安甲饲，迄个毋好，因为迄个后摆伊
后摆伊会早死，啊，然后你会含伊，哦，你的囡仔会看，吼，我着互伊看迄个囡仔迄个胎儿酒精症候群，细这遮吼，啊后摆读无创啥物，我讲后摆你会家己单独负担即个囡仔，哦，啊，所以因逐个有诶，我咧讲诶时吼，因拢无啥物听啦。但是我一家讲安尼诶时，逐个拢爱无意吼，啊，赶紧坐较煞诶安尼吼，坐较煞。所以有真济，我感觉最近伫埔里，阮看着较少吼，较少者。阮诶山地医疗服务，阮是逐日出勤，拢爱去伫山顶吼。然后阮有做真济个工课，即个毋是讲阮过去山地医疗安尼尔条，阮有伫遐有进。然后阮有做真济个应该爱做诶代志，包括早期疗愈有牙科巡回诊所吼，啊，过来，搁有 iCare 用那个对三高吼，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即个拢有在做，B 肝、C 肝即拢有在做，吼，精神科阮也有伫遐咧做，然后阮开始有资讯系统即位伫遐。所以，即摆伫山上，阮咧做诶，含你伫山上诶诊，含伫医院诶诊是完全一样诶，吼，一样诶。啊，像即个，阮感觉这是阮诶责任，袂使亲像以前讲，吼，干那一台车啊，经过迄落啊，经过迄个山坎啊去啊分药啊，安尼若定。即摆已经有真济诶要紧诶代志爱教吼，爱教。啊，最近阮阁为学习障碍诶学生多走一里路。啊，即个就是过去，伫过去即个我逐个袂当看吼，就是讲921了后，上帝照顾阮一步一步，伫急性期、亚急性期、恢复期，一直到慢慢啊医疗照护整合期，对阮的功能性规个拢阁建立起来。哦，即个是一个阮伫过去。921了后咧做，到2006年，民国94年的时，开始阮做外展的工作。阮有去中国大陆邦赞遐一间基督教的诊所设立起来吼，啊，阮阁受托去布吉纳法索、非洲。去帮助他们设立国家医院，吼，即协助布国起建国家级的医院，甲伊个整个的资讯系统。啊，即个毋是阮去争取，阮家己毋敢去争取即个。但是因的国家布吉纳法索国家来台湾，由于台北、台中准备要入去台南，因即摆埔里人家介绍讲即间病院袂歹，所以因即摆看。因讲我台南无要去啊，阮请即间病院来甲阮帮赞做一个国家级，因为阮都甲讲阮咧做诶代志是安怎，啊伊感觉讲阮咧做诶含因国家咧需要诶是有配合，所以因讲阮请即个病院甲阮做，阮感觉非常诶荣幸，上帝交代诶工课，阮毋敢拒绝吼，阮诶心亲像。用那相像吼，用那，阮的心用那吼，用那就是铁气，毋听上帝讲，你著去，啊，你著去甲迄个尼希米讲，啊，甲讲叫因著爱反对，伊著无爱，钱也无爱，伊著爱西东西西走，啊，著去互大鱼甲食，啊，互伊伫大鱼内底啊，甲吐去啊，吼，咱这有敬酒不吃罚酒。上帝讲，你爱去帮赞这个布吉纳法索，啊，阮就去帮赞。帮赞对阮家己本身是一个强壮，互阮眼界较开，互阮经历真济个周边代志，互阮真济个熟练这个医疗宣导的一个工作吼。所以这个是阮感觉，这个是上帝咧甲阮训练吼。所以这个是有。后来这个病院慢慢啊做一个啥？伊是一个宣教医院、宣道医院，然后呢，伊阁是一个安怎？伊是一个
连续性整合服务的医院，伊是宣导的医院，这咱会当较定讲。后来伫民国18年18年的时，董事会有决议一个真简单的一个决议，伊讲，迄阵有看到讲这老人愈来愈济，咱爱开一个叫做长照大楼来收纳这个玻璃地区顶悬迄落。但是阮伫遐讲，阮第一个董事阮的董事长迄个时阵林国川董事长，伊讲一句话，伊讲咱爱建立一个叫做长照教学大楼啦，长照教学大楼。我是咧想讲咱长照都咧做骗袂出你要搁做长照教学大楼是咧创啥？所以伫迄个中间，阮嘛是点啦点嘛是讲好，上帝你若互阮有即个气力，阮就起长照教学大楼。那果然上帝伫真紧的中间真紧的中间，100年7年后，2018年1月27号，其实2017年就结束啊。阮就是真紧有土地，包括募款，上帝互阮一切拢顺遂。阮长照教学大楼就是现场然后开始营运，所以开始这个病院开始本正为一个山地中心诊所，然后变做一个医院，变做一个综合医院，变做一个教学医院，变做一个区域教学医院，变做一个会当去甲布吉纳瓦索去国家级医院。到后来我们开始在做长期照护，这个长期照护伫迄个所在，阮个长照教学开始有在训练一寡伫长照需要的人所以这是阮咧做。阮受到暨大的邀请，下面合作做暨南大学的大学社区服务计划，互相照顾。这互相照顾是意思是，伫阮这边，阮的感觉是，阮是即只大只熊阮是即只大只熊。但是伫暨大，因是感觉因是即只大只熊，不管是即个大只熊即只细只狗拢总好，就是互相照顾暨大长照推动开矿可以合作愿景，咱会当和暨南大学合作，就叫做 USR， 对玻璃地区阮做社区的营造社区的营造。这就是上帝一步一步，伊加添你的气力，加添你的能力，加添你的资源这个资源。这就是阮遐做的一寡工课然后，阮阁伫最近阁接到暨南大学的邀请伊期待阮。伊期待玻璃基督教病院下面做伙开护理室啦，这阮心内，阮一听到这个，阮毋是感谢暨南大学，阮感谢讲主啊，感谢你多谢你。阮伫这个玻璃地区遮尔济，阮上第受到真大的约束的。就是对伫护理人员的品质甲伊的人数，阮无法度通把握，阮着爱扣遐个外口都市，讲扣村的考无过的，伊来到伫玻璃基督教病院，期待阮互伊一个工课，伊哪做哪考试，哪做哪考试。通常伊若考试考过伊就准备过当工、过当年。迄个年终奖金领着了，就准备开始要去长期啦，要去中国啦，要去。所以阮一日到晚替人培养这个人。我讲有没有这个敢无这个咱的原住民同胞，伊会较习惯这个山区吗？有检查阮就有诶为
艺术大学啦、成大啦，为台北附转来，啊，因是讲哦，因就是偏迄个原住民，但是伊来遮嘛是啊，因为因遮已经受到都市的迄个移花的生活、多元文化的contamination， 咱讲做由俭入奢易，但是由奢入俭难。已经出去看到花世界了后，啊，你即摆伫玻璃地区空气都很好吼，风景也是很好，但是很无聊吼，这无偌久因就想要走，所以阮的感觉就爱家己训练。咱台湾话讲啊，讲马食好神安怎？爱改合啦，爱改合啦吼。食好神咱爱改合吼，所以咱家己训练家己的，互伊真早伊就会当体会安怎？偏远地区慢脚步的迄个好处，毋免较急吼。以赛亚讲，甲以色列人讲你。我叫恁慢慢仔来，恁就是要急，你急入里的人嘛紧，所以你着温心啊，靠上帝的开力，一步一步行。所以伫遮护理系开始出来，为着要设立护理系，阮着爱先阮为着护理系了后，阮才会当设立做原住民护理专班。原住民护理专班。了后呢，因就要设立啥？叫做护理健康福祉学院。这个伫暨南大学，伊拢来拜托保利基督教病院来含伊斗相共，做伙来开一个伫暨南大学开这个学院，然后咱会当有真济的，包括护理健康福祉，这拄啊好符合即摆咱的社会的需求。长照、健康的照护以及护理照护，所以阮伫做这个代志，阮心内伫想的，大家伫看讲，哇，恁头较敖，阮讲阮无较敖，这是啥物话？这上帝要伊的美意，伊的好意思，上帝的美意要伫玻璃遮，互遮有一个好的一个。教期工的一个教育的单位，所以伊讲啊，无你保期你要做无？阮当然，阮会使甲讲，阮无爱啊。迄个暨南大学来甲阮讲的是，阮内底都有一个声啊，都足侪咧讲啊，要啉牛奶，敢着爱饲一只牛，这安尼咧问啦吼。但是阮想想讲，这若是上帝交互咱的呢？那上帝交互咱的是，咱都爱好好做啊，好好甲把握啊，好好甲推行啊。毋通惊啊，毋通论啊，所以伫即个中间，阮好大甲接起来接起来了后，阮以前伫2002年，伫阮的对面有一块土地，遐咧做叫做服饰上工第二科尼亚的学校，即个阮开始搁重新再运作，期待即个学校。会当含护校两个拢总颠倒挖起来。伫以前足早期，阿公阿嬷因伫遐设立，内底有12个，内底有遮个功能，咱会当训练家己的护士，咱会当训练家己的照护人员。伫这中间，咱伫玻璃地区来做好的宣教的工，这就是阮的期待。这就是玻璃基督教病院。后来，阮有设立愚人之友基金会，然后即个叫做德芬堂、贝德芬、伯特利圣经书院，古早时代，所以即个三脚督三角庄，所以即个要互玻璃基督教病院伫玻璃的地区，伫台湾的中心点，台湾的地理中心拄要经过埔里，伫即个所在，阮会有一个三脚督。会做医疗宣导的工作的机构，所以这个是叫做阮讲叫做，这一个英语伊遮讲叫做 continuous integrated medical service， 就是连续性整合的医疗服务。这连续性整合说是急性、亚急性、慢性，而且四段期级，伫
伫失能、失智到最后临终，这拢包含在内。这个叫做 continue integrate medical。我讲叫做 all faith evangelism， 就是全面性的宣召服务，毋是干那对病人做宣告，嘛是对病人的家属，嘛是对病院的基督徒，以及基督徒的员工，以及伊的家属，咱拢爱做宣告的这个责任，叫做 all faith evangelism， 好，这到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就是讲上帝的岁月，咱伫即个真久长上帝的岁月内底，咱占伊差不多10冬、20冬、30冬的时间，咱伫遮经验着啥？咱经验着啥？咱经验着伫上帝，伊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伊是大笔的上帝，伊是摩西的上帝，伊嘛是耶稣，伊通过伊来遮为咱定死伫十字架，伊爱咱最后你去普天的道理讲，互万百姓听，凡若我所教示恁的，你就教示因，甲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然后甲因行洗礼，凡若我教示恁的，你就教示因，互因知。然后我要甲恁到三角地地，一直到世间的落尾。这个大使命伫遮，咱学着什么物件？讲咱是伊的工课，咱是伊的工作，咱是基督耶稣伫基督耶稣内底所做成的，为着要叫咱行好啦，伊就要叫行好，就是上帝所有备叫咱去行的。所以咱伫即个短短的人生的岁月中，咱是伊所做成，咱都爱有备，咱有备，咱来做伊所为咱有备的工课。所以伫咱看到的内底，看到有人因的需要，咱感觉咱家己有责任。但是较要紧的是后面迄句，伊讲，当你面临家己的欠缺的时呢，你才会当去体会到伊的同在啦。通常咱袂做这个代志，咱未前做以前，就是先想思，就是从足济的可能性有拄着这，拄着这，拄着这，会拄着这，迄个安怎，迄个安怎，咱未前做伫行事的时，你会塑你家己去认捌上帝的机会。你若感觉讲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 challenge， 还是互咱一个机会，你甲接受。当你咧做到有一个程度，你感觉你去挡掉咧时，你就讲这要安怎？这超过我的困难咧，帮忙一下好无？咱的主会参详的咧，你听有无？通常伊袂互咱失望，通常袂。你若做毋对的时，伊就一直甲你警告，一直甲你警告。喂，你行毋对去啊啦！你的目标毋对啊！你目标毋对啊！当你的目标是毋对，你咧做的时，伊一直甲你警告咱通当咧想，佮反转，佮行伫伊的条路。这通常伊的祝福会后壁倒来，所以这个真要紧。讲看到别人的需要。察觉自己的责任，然后面临自己的缺乏，体会上主的同意。这个是咱伫遮学到伫保利基督教病院，阮学到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经验。过来，上帝的岁月，人的经验是安怎？讲因为恁立志行事啊，拢是上帝的灵伫咱的心内。运行，为着要成就伊的美意，上帝的美意呢？伊咱成就啥？伊真侪的美意啦！伊爱保利基督教病院伫遐做工做盐，伊爱伊遐照顾遐个送养的人。但是通过遮伊的美意安怎？伊爱咱有信心啦，
你毋好安尼行东行西啦。伊对咱的美意，你要有信心，毋好惊，你去行，即个交代你，即个是你的机会。你毋通为着无钱、无力、无骹、无气力、无资源、无啥，我拢袂，我毋捌字。我对我的阿嬷得到真大的一个激励啊！伊毋捌字，伊敢若知影白话字。我细汉的时，我著看伊拢在遐咧胡白话字，伊咧胡白话字，佫无像我安尼。我咧胡白话字是足溜的哦。我自细汉我著读白话字，我白话字我会当安尼刻咧伫咧啦。我阿嬷著在遐胡白话字，但是伊的信仰我对袂着啦。阮爸爸是代毕业哦，阮阿嬷伫甲讲东讲西，伊一句话拢毋敢回啊。圣经的话一代为喙著甲窒落，伊都毋敢回啊。阮爸爸对我拢足歹的，但是阮阿嬷甲讲一个片仔懵咧，活伫后壁，著对遐做伊的代志。所以要紧的是圣经的话，伊爱咱对伊的话知影，伊知影安怎？伊的手在扶持咱，伊的手在扶持咱，伊的手在扶持保利基督教病医，甲含保利基督教病有共心的人在做的，上帝祝福对伫后壁，毋免惊，这是阮学到的吼。我是一个小儿脑神经，我专门在看囡仔的发育，我小可甲整理吼，整理主伫保利基督教病医的一个经过。由伊创立到进所，到病院，到综合病院，综合病院，教学院，教学院，教学院。伫遮为出世、婴仔时代、幼儿时代、小儿时代，去学校咧读册，一直到青年、成人，我小可甲掠者，拢无差错。伊咧栽培保利基督教病院。亲像这咱咧栽培咱的囡仔相像，一步一步。伊伫必要的时，伊甲你教示；伊伫必要的时，互你机会。你敢接受无？你若敢接受，你要对迄个中间得到好的成长，甲大的气力。你要伫遐知影，讲伊甲你相合伫地，讲在不足的地方去体会我们上主的同在。这个我期待咱所有的基督徒，拢通伫咱有一天去面对咱的造物主以前，咱会当体会到这个真要紧的 message 信息。伊爱咱捌你，伊爱咱捌你吼。大使命，讲恁就去普天的传言，互万百姓听吼。奉爸囝圣神的名，甲伊行洗礼，互伊凡若我所教示恁的，恁着教因知。伊个凡若我所教示恁的，恁着教伊知。即个有两个看法啊。伫英国系统，但医生长老会遮的系统，因甲即个大使命医疗团队，看到主耶稣医病赶鬼。甲伊有宣道的一个下罪、宣道下罪的一个官兵，甲伊即个安尼解说。但是宗教改革以后，有人较重视迄个服侍、迄个智慧式的一个，就是咧服侍咱的主耶稣，甲即个当作真要紧。所以伊真要紧，讲咱都爱看重遐个丧凶弱势的人。所以，即两个拢会当通过咱安尼在做的事，甲福音放伫人的身躯顶悬。阮的 Bob Pierce 吼，阮伫一个真意外的中间，伫一本圣经，迄本圣经内底，阮去看到伊留互阮的一篇文章咯，吼，一篇文章。
伊一本讲堂圣经吼，咱头前这个讲堂圣经大本的，伊有送保利基督教病一本这个讲堂圣经。讲堂圣经的头前有一篇，伊有写伫遮，吼，伊讲这个叫做 Pulpit Bible， 吼，是上给这个普里基督教医院，吼，就是基督教医院，吼，伊讲，这边是伊最后一遍来保利基督教病院，伫保利基督教病院主持一个早会，早会了后，伊有讲一个吼，讲我的信息讲一个开始，我看到上帝的荣耀，真基业般的方式创造这个所在，迄个创造所在是啥？就是保利基督教病院。伊头仔是敢若叫阮去一间病院尔，其他即个病院是一个医疗的所在，住院的所在。但是伊讲毋是安尼，伊来到遮，伊看到安怎？伊看到，伊讲即间病院伫遮所做的呢，讲互人通过因肉体的治疗呢，伫互人服侍的中间，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去体验到永远活的实在啦。所以伊即本圣经伊咧讲啊啦，讲你爱服侍这病人，甲病人毋是当做一个 case， 毋是当做一个病来研究来处理，毋是，伊是一个人。你咧甲服侍中间，互伊认捌永远活，互伊认捌活。这个永远活，毋是干那咱伫教会咱咧讲，你伫教育，你伫照顾这个病人，你伫服侍的中间，你会互伊感觉出伊受到尊重，伊会感觉讲伊有希望。伫迄个希望中间，伊会去看见你后壁迄个主耶稣基督，迄个听上帝的听，伫迄个所在。所以我期待咱每一个人毋通看轻家己啦，毋通看轻家己啦。毋是讲干那医生护士才会当做医疗团队啦，无啦，心灵的病嘛是病啦。你若会当含心灵有创伤的人，含伊做伙坐，甲摸咧，听伊讲伊的困苦的时，你咧做医疗团队，你咧做医疗团队，毋通看轻上帝互咱的职务。当咱已经伫圣神甲人的面前，咱承认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死第三日复活，伊为着咱的罪，咱洗清气，所以咱有足大的权柄来做这个代志，这个讲安怎？讲假如我们没有看重我们的过去，我们将丧失我们的未来；假如我们伤害了我们的根基，我们将无法成长。保利基督教病院就是在烦恼这个代志，毋通丧失咱的根基，因为这个是上帝予咱的。假如我们失去了起先的意向，咱丧失咱起初的定，咱会伫今仔日这个环境的内底，咱会迷失，搁一摆，讲天顶地下权拢交伫主耶稣的手中，伊甲咱讲，咱着去普天的传福音，互万百姓听，用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凡啊主耶稣教示咱的，咱着教示因行啦。安尼，伊要甲咱三合之地，到世间的路尾，三合来祈祷。天父的爸，你有伫阮的一生中间，你伫你的话中间，你教阮做，阮爱怎样来对你的脚步来行？虽然毋是一条真容易的路，但是你的担是轻，你的担是快。阮要对你来跑走，阮每站的路，求你无放杀阮，求你牵阮的手，
互阮确实知你伫阮的身边。阮安尼感恩祈祷，恳求靠主的圣名，阿门。毋是玻璃基督教病院的小教堂。啊，主要我用即个讲吼，咱做遮个代志足要紧的吼，毋是你也注意吼，这就是阮的阿公阿嬷留落来的教会。伊讲安怎？伊讲荣耀归主名啦，吼，做遮个代志毋是要荣耀咱家己啦，毋是啦，是教会着咱家己。啊，过来呢，荣耀归主名，哦，这个较要紧吼。所以你目标带好，啊，你就袂走前去，袂走前去，哦，真正是安尼，吼。上帝阮恁讲袂了，拄则其实有一张相片，我本来要叫伊停咧，拨恁看，因为有一个故事，伊有讲，无金额的支票，一张支票。我第一届听是听。即个赵医师讲，伊讲当时诶阿公阿嬷带即个展望会诶创迄个执行长，啊徛伫迄个玻璃诶迄个玻璃诶迄个山头，啊甲伊报告讲，阮徛伫即个所在看玻璃诶山，即个所在就是上帝诶门，也就是山地诶门，所以医疗团队要对即个所在拍开即个门，行往山区去做医疗团队，吼。世界展望会创这个执行长点，后来伊摕一张支票，签伊的名，意思是讲金额偌济，你家己添啦。哦，世间无即种开支票，即种人若毋是空迄个痟的。哦，但是伊敢开一个无金额的支票，交互孙理莲牧师娘、孙亚国牧师娘，转互部基，安尼做开始。这伫出伫互相的信任，对上帝的听。迄种的慷慨，即种的信吼，伫咱的宣教历史中间真
黄明生医师从我来中中就甲伊有熟识，黄医师本身嘛是咱台湾纪念教会的长老，除了这个以外，迄个黄医师本身应该有参加基甸会，嘛是真侪咱总会下面的宣教的工作，伊拢有关心甲参与，本身是前的这个毋是前伊嘛担任过这个部基的董事长。目前嘛是喜乐保院的董事之一，咱真欢迎黄明生医师。我甲伊熟悉，就是伫咱中华地区，今仔日两个医生会受邀请，是因为咱知影讲长期咱台湾医生有感动真侪，包括赵伟牧师，嘛有感动真侪台湾囡仔。因为赵伟牧师是咱台湾宣教的医疗团队真传奇的故事，所以赵伟牧师嘛有感动真侪台湾囡仔，特别是感动因献身将来要对赵伟牧师做医疗团队的人。今仔日咱安排这讲师，毋是因为因本身是一个医生那定，嘛毋是讲因为伫社会中间因有担任什么种的重要的职分，嘛毋是安尼那定。最要紧，真正是渴望会当对因的甲上帝同行。伫因的服侍，一生的服侍过程顶悬，因的甘甜我发现赵医师咧讲话，目睭拢会发光啦这是就是讲，咱有真正对心内对这个工作有欢喜、有喜乐，有热情的时，人咧讲话目睭会发光以前我捌听过一个故事，讲查某若要甲查某囝嫁互这个对象的时，爱经迄种目睭会发光的迄个囝婿啦因为迄是表示一个人的生命的特质，伊的 body language， 伊的肢体的语言咱真欢喜，这两位讲师今日答应咱来参加，讲今仔人遐济，我诚足歹势讲，实在咱若要办活动，应该是会当搁较热情希望今仔日咱拢有收获咱以后嘛拢欢喜参加士林区的这个活动咱来将下面的时间来交互。黄敏生医师，黄敏生医师本身又个是伊应该就是小杨眼科的负责人啦咱中间若有人对这个目睭的问题有人应该是知影讲有小杨眼科咱伫中华地区中间有几个以外个一个周新斌医师，就是关林和平教会的长老因拢是足敬虔也用因的专业来为主做工的人咱咧将下面的时间来交黄医师，我莫加讲互将伊较侪时间来互咱的讲师医师准备会当对咱来做分享甲报告多谢曾牧师的介绍我真欢喜会当来梨林区一只甲大家分享。我以前伫中去上班的时，我嘛受派来梨林，伫梨林基督教病服务真侪年，所以伫即个所在嘛有真侪我的患者伫目前我伫中华小杨眼科咧工作的时嘛有真侪按梨林去中华互我看的。所以讲我邀请我来梨林伫即个区会做分享的时，我真欢喜会当做伙伫即个所在，甲大家再来分享。咱伫还未开始的进前，咱三甲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下晡即个时间，你竞选阮、呼召阮来到即个所在，一定有你的心意，互阮通过伫即个所在所领受。你所要甲阮分享，伫阮要领受的信息的中间，搁一摆来激动阮，互阮毋是真做一个听道的人，阮也真做一个行道的人。毋是行道，阮也搁爱真做一个传道的人。主，阮将下面的时间交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甲阮三脚伫地，你亲自对阮讲话，奉做名祈祷，阿免。其实我较爱伫下骹甲大家分享因为这是直播伫今仔要分享，我讲分享就是讲毋是讲我讲尔，就是讲爱请大家你嘛会当分享。我今仔日要讲的即个题目就是
思想信仰的起源，点燃传福音的热情。所以，这个思想信仰的起源，就是咱爱思想。你今仔日安怎诚做？你今仔谁会坐伫遮？你谁安怎诚做一个基督徒？我今仔要请问，伫咱的中间，第一代基督徒，请你举手我看卖。第一代哦，恁遮第一代足侪啊吼！咱先选一个第一代基督徒，伊谁诚做基督徒？请你做分享，你谁诚做基督徒？互阮听。咱像这位。穿迄个粉红色的这个先生，请你起来简单分享，你谁诚做基督徒？你来张了哦。就感觉，迄个当下有迄感觉讲，上帝你是毋是咧甲我讲话？我当挡伫迄个路口，因为迄暗我上课足晚，才要对台中转去。我不哩啊忝，但是看到迄句话时，心中有足大的安慰。转来了的时阵，后来我伫幼儿的地堂了后，我考到老师了，我另外一个较早的同事，伊嘛是基督徒，我去找伊讲，我想要去找教会。对迄个开始，我就来伫教会，我就来伫德顿教会，到今卖。好，所以伫你的生命中间，一定有人捌甲你讲过耶稣基督，是传过福音嘛？你以前捌去过，迄句话。我细汉的时阵，读国小的时阵，我的老师是教会长老，伊招阮，我迄班内底足侪基督徒的学生，后来我才知影讲，迄是老师特别安排的，伫田中国校，迄个班级足特别，我有真侪几啊个同学拢是基督徒，因为甲阮招阮去读主日学，所以细汉的时阵捌去读过主日学。是真好吼，这是一个信仰的起源啦吼。就讲其实你信仰的起源，迄句话是伫你人生的真重要的时刻，上帝对你讲话。但是伫还未迄句话进前，其实上帝已经捌你啊，上帝已经拣着你。伫细汉的时阵，通过你的老师带你去主日学，迄个时阵就是你信仰的起源啊。好来，咱这中间有第二代基督徒无？嘛，请你分享讲恁的前辈因安怎信主的？阮妈妈吼足惊暗，有，伊足惊暗。人讲来信耶稣，伊就来信耶稣。后来吼，迄阵面所拢是伫外口，毋是亲像即马呢。阮妈妈19岁信耶稣，伊惊暗，毋敢去便所，拢爱阮外妈带伊去。但是后来吼，伊信耶稣了，祈祷。伊家己就去便所啊，嘿，阮妈妈就是讲耶稣上界伟大，是，伊就是甲即个信仰传互阮，嘿，是，真好吼，就是你妈妈伊通过安尼，我相信恁妈妈伊会感觉讲祈祷有效吼，袂惊暗，嘛是有一个人甲介绍耶稣基督，即个耶稣基督啥偌好，即个耶稣基督偌有气力吼。会当帮助你赢过即个黑暗，赢过足侪惊吓。好，咱中间有第三代基督徒哦。第三代，咱请头前这位先生吼，你分享恁的家族信仰开始的经过。我听阮阿公讲哦，讲较早基督徒哦，若要教会哦，拢着开后壁门，毋敢去头前门。问哦，先叫人叫，所以你甲口罩摕落，安尼讲话较清楚袂要紧。歹过啊吼，我
有口腔癌吼，哦讲话较袂顺气，我已经3甲1年我过年的时阵手水无到位，问去中华教会，中华教会叫囡仔时阵，爸阿公去，爸阿嬷去，是要去食迄猫翅仔面啦。鸟鼠仔面。毋是，既然袂晓敢想去，若去中华吼，叫伊摆吼，无物件好物件食，爬去，我过年时阵，阮妈讲甲我讲，较早基督部，嘛要叫伊拜，无开后壁门，伊后壁门出去。我咧讲，恁阿公嘛，你咧第三代，恁阿公信主的时候，是啥物人甲传福音，互伊去信主的？伊嘛是教讲是我万代笔医师啊。咱台北医师，因为伊的脚背阿兄破病袂好，所以去找医生，伊人个讲遐给阿伯个医生行到。吼，无领医好所以本来吼会甲我脚背兄鼻传报你。你的接伯阿兄就甲。阮阿公因阿兄。恁爸爸的接伯阿兄甲传了解。我因为讲有遮好代志啊。是。我又去试验看卖。毋若要叫伊拜，叫伊拜我穿较好个嘛，穿较清气的衫。穿香水人就讲，叫要叫伊拜啦，才会穿遮水。所以伊讲要叫伊拜袂去，伊后壁门走，袂甲伊头前行。好，因为艰苦的代志啊。多谢，因为吼，即个我即马乡海第二代、第三代，还有第四代无？第四代。咱先请这位，咱头啊带领死这第四代。这咧考试呢？考试讲恁兜。是要讲阮伊迄个起初的迄个信仰。对，恁兜是安怎开始这个信仰？是阮的查某祖开始的。伊信主的迄个过程非常的特别。以前若是要讲到阮的家族吼，算讲伫盐埕区啦吼，盐埕区是一个足富的所在啦吼。阮兜阁是布行，你就知影布行啦。布行卖布的啦，卖布的，所以以前吼，若是讲到这拢知影吼，足好野的，非常的好野。阮阿祖吼是对平湖来的，迄个时阵若知影的吼，白沙教会就是迄个时阵，一个庄啊，阿祖吼对高雄遮吼，再转去到伫平湖遐起来。所以，这个信仰为虾米会当互伊开始有即款改变？以前吼，阿祖祖甲我拜其他的神。有一摆吼，有一个歹势，互我熊记袂起来，有一个牧师，就是来高雄这个地区，伫迄个所在盐埕区，伊遐在报道。迄个牧师吼，伊拢会去菜市仔的时阵，经过迄个阿祖因边仔迄个巷仔路遐，阿祖拢知影即个人，暗时啊拢会伫迄个所在在报道。伊无去听过。有一摆透早吼，即个牧师看到迄个阮阿祖。就甲伊招讲你暗时要来听看卖无安尼啦。伫迄暗真特别，照我的老爸所互我咧讲的迄个故事内底安尼讲，伊讲迄暗吼，当伊听了的时阵，伊转来足感动。伊以前吼拢是大家所有的囝儿拢带做伙嘛，伊就将所有的无论是新妇囝儿全部拢叫来到伫迄个大厅，开始讲，对即晚开始。咱的家族全部拢爱信主，然后伊做一项代志，伊将伫厝内底迄个神道的迄只神明的迄个偶像啦吼，去做偶像啊，歹势吼，因为我已经差不多较无了解民间宗教即种物件啦吼，所以迄个时阵伊就家己将这个神道家己处理，家己测出来，家己修，拢无找牧师。因为伊讲来，这上帝是真的啦，这无啥物好惊的。
所以伫伊离开的进前，伊伫甲黄甲所有的人讲，袂当离开即个信仰。啊，当然到特别我要讲吼，到第4代的时阵，我感觉迄是因兜的故事啊。拢是安尼，所以有一阵啊，当我大学的时阵，我4冬我差不多无愿意去到伫教会中间。当然伫即个中间有真侪基础，总是我嘛有看到伫教会内底真侪无好歹的物件，直到我想要离开。所以今日若是了解我的人，看到我做牧师，因会感觉足奇怪，因为你有一阵啊，你是遮尔讨厌教会的所在。所以这阁是另外一个故事，总是这已经是我个人去经历着上帝的故事。吼，是，我就讲到遮。真好，我想今仔毋是甲考试因的第4代吼，甲伊家己即代，这甲我今仔讲的拢有关系啦吼。咱无论你是对几代啦，我相信真侪代，伫咱的信仰的起源，台湾的信仰起源，真侪人甲即几位拢有关系吼。咱中部可能甲南台湾医生梅甘有牧师但是咱知影伫1865年一开始安入来台湾宣教，马雅国医生按台南开始。1872年即个马偕博士伊是伫北部咱中部就是1896年即个南大卫医师因。甲梅甘有牧师因来的，咱的信仰，咱若去追溯即个信仰的起源，可能咱甲这宣教师有关系。那咱搁甲即个信仰的起源，即个下一章伫遮，咱若搁继续一直追溯去，这欧洲因的宣教师因啥较有即热情来到台湾，因嘛去追溯因的起源，因可能会追溯到啥物啥，到。伫苏道的时代，安那按巴勒斯坦去到传到保罗因传到小亚细亚，然后传入去到欧洲欧洲到一直传到尾，终于遮个真侪欧洲遮国家变做是一个真侪个国家拢变做基督教化的国家一代一代将这个信仰一直传入来到咱遮个宣教师因有机会传来到台湾，咱台湾人较有机会来领受到这个福音。所以，宣教师因咧，遮个使徒因嘛咧追溯因的，若要甲因追溯因这个信仰的起源，可会当追溯，一直追溯到因按旧约，追溯到以撒、雅各追溯到因的先祖阿伯拉罕，因为这个信仰，这是对上帝竞选一个人开始，按竞选一个人到。这个信仰成做一个家族的信仰，甲一个民族的信仰。上帝毋是干那要竞选这个人来成做伊伫这个因这个成做因一个家族的这个民族的信仰，毋是上帝甲亚伯拉罕讲，因为通过伊免要互成为多国之父，要成做万人的祝福。这个信仰是要通过竞选一个人来，互真侪人来得到福气。所以咱会当想象讲，啥开咱这个是下一章。啥开咱的信仰会通一直传承到即马，包括咱伫今仔日咱还搁咧追溯，咱才还搁有在第4代，我相信可能内底还搁有第5代的基督徒，因这个信仰会当传承落去。这个信仰会当通过真侪人因的伫因的生命中的改变。互即个信仰成过因生命的开展，即个信仰靠法度成做一个真正的传承的开展。就是讲，即个信仰不断伫因家族内底踮即个经济伫内底，即个信仰可以当产出真侪、活出真侪新的生命出来。咱来看即伫摩西，伊伫还未受到改变进前，伊是一个杀人的凶手，就是讲。咱的这个信仰，咱若准是用家己的热情要去做一个信仰的开始的时，咱定这个信仰，甲你的有一个程度，甲一个阶段，你就行袂落去啊。摩西伊用家己的方式，伊想要去救因希伯来百姓时，到尾伊最后啥啦？成做一个杀人的凶手，逃走去米甸迄个旷野内底，
保罗伊用伊的热情要服侍上帝的时，伊最后是真做掠基督徒去关的一个帮凶。但是当因拄着上帝，因愿意顺服伫上帝的即个呼召了后，因愿意的生命被上帝来甲调整改变了后，因的生命当成做真侪人祝福的源头。所以我今仔要甲大家来分享，就是讲，即个信仰传到咱每一个人传到你的时，咱要安怎继续搁行落去？啊，即个要继续搁行落，咱有真侪咱来去思考，应该爱进一步来了解的过程啊。信仰本身若准无困难，若准是干若行伫即个咱家己听到的道路，但是咱家己伫遮知识的定数的时，即个信仰可能无法度成做你家族的信仰。我来分享，我头仔咧讲我其实我算是第2代啦吼，我嘛爱分享阮兜我的迄个信仰的故事吼。即张是阮兜的全家福的照片，毋知影大家恁要看我是对一个？抱咧迄个吼，我恁是真牛，抱咧即个啦。即个是我是阮兜第7个的囡仔。我咧分享阮兜信仰的故事。我的爸爸少年的时，伊去一个病院内底，诚做药局生啦吼，伫遐帮忙迄个医生伫遐药局伫遐包药啊，因为以前的药啊拢爱有处方，拢家己医生家己夹药啊。阮爸爸伫因内底做即个药局生。迄个医生是一个基督徒。即个医生伊想要传福音互阮爸爸，但是吼伊无直接甲阮爸爸讲，你爱去教会，你爱信上帝偌好。伊甲伊讲礼拜要到的时，我毋知摕钱互阮爸爸讲吼，明仔载是礼拜日吼，你去教会，这是要互你奉献的。安尼是安那？这就是阮爸爸摕到这钱吼，就是有任务嘛吼，要来教会，奉献时甲落去。阮爸爸伊就老板安尼甲讲吼，头家安尼讲，迄阵伊少年才20通岁尔，就去到教会，伫遐坐，罔听，就安尼听几遍了后，一段时间，伊感觉即个牧师咧讲道讲的拢真好，但是阮爸爸去久了吼，伊嘛想要偷懒啊，就甲阮妈妈讲吼，你脾气足歹，因为阮兜生遮侪囡仔嘛吼，所以阮妈妈家庭经济阁无好，一个爱饲遮侪囡仔，所以阮妈妈体力嘛毋是介好，所以有当时真压榨，所以就阮爸爸就找一个理由讲，你脾气无好，你爱去听道理吼，听看会较好无？这是阮头家付我的钱，你顺口摕我以后的。安尼开始，阮妈妈嘛去教会，去一段时间了后，阮妈妈真正开始领受到福音的好处，伊知影即个信仰的好处，所以伊了后慢慢去教会了，伊就开始带阮的囡仔去教会。迄个时阵大概就是我差不多出世无偌久的代志。去教会这段时间，因为我的老爸的妈妈，阮爸爸是算伫我的家族内底上细汉的，我的阿嬷吼生的上细汉的囡仔。我的阿嬷是食菜，佮白脚，阮阿嬷是清朝出世的，所以阮阿嬷若无来洗礼吼，阮爸爸、阮妈妈毋敢来洗礼，但是拢有去教会啦吼。拄啊好，差不多阮阿嬷70岁时，伊染着一个病叫做膀胱癌。伫迄个时阵，医生看几个医生甲讲这拢无效啊，可能大概就是爱等即个病到一个程度了，可能就是会过往去。阮妈妈迄阵已经有去教会，就去甲阮阿嬷讲，我即马去教会哦，阮女宣吼，阮若做礼拜了来甲你祈祷，安尼好无吼？阮阿嬷就无啥物治疗方式，只好讲好无你来叫因来祈祷看觅。阮妈妈甲讲，毋过若祈祷了有好吼，你也来信主呢。阮阿嬷讲好所以阮妈妈就拜三下晡
拜三下晡女宣会聚会了后，就带一寡女宣去阮阿嬷遐甲祈祷。祈祷了一段时间，阮阿嬷的即个膀胱癌本来拢一直放血，了怎慢慢好去。你毋知阮阿嬷70岁着膀胱癌，佫活17年，87岁才过身。所以阮阿嬷好去了，伊真正照即个约束，就来教会，就洗礼。所以，阮伫我差不多细汉的时，阮全家有一张图，应该是伫佫无偌久了后，阮阿嬷就全家拢洗礼，伫我教会洗礼。所以我即摆要讲即个信仰是啊，若准是阮爸爸迄个时代，我是第二代对无吼？但是即个信仰毋是干那甲阮即代停止，也是讲阮爸爸迄代停止。阮妈妈来信主了，佮带阮妈妈后头足侪人来信主。阮后头，阮阿舅的囡仔真侪人，即摆真侪拢变做基督徒。阮爸爸即边遮嘛真侪人，教会拢来信主。就是讲，因伫阮的妈妈、佮阮爸爸、阮即个家庭看到信仰所产生的改变，阮生命的改变。即个信仰是有气力改变人，互人会当有无共款的生命的品质。我相信，伫咱今仔咱头仔看到即个过去的即个前辈顶悬，我头仔有讲过咱有兰医生，有马雅国，有真侪人，其中嘛有包括头仔赵文崇医师所讲的，这包 Pierce 吼，阿公阿嬷，这是咱的马喜乐，这是即个孙丽莲。咱有看到伫因的中间有真侪人，伫因为因所活出来的生命品质，影响真侪人。因感觉即个信仰真好，因嘛去体会到即个信仰的好，了后因诚做基督徒。但是咱若想讲，遮个人因敢第一代基督徒，遮个人因可能第4代、第5代、第6代、第7代基督徒，有真侪人拢，但是为什么伫因的时代，因还阁愿意？诚做一个互上帝呼召，奉献因一生来到台湾这偏远地区一只继续医疗传道，还是继续传道的一个做这个服侍的人，是因为安那？因家己本身，头仔像这牧师所讲的，你家己本身，伊甲上帝中间有迄个经历啦，经历着上帝伫伊家己本身，你家己你一代的生命内底。上帝对你家己的呼召甲经历，迄个体验着我的上帝伫生命中所做的工。我伫遮特别留即个空话伫遮，我相信即个空话就是每一位咱今仔日伫遮的人，也是包括每一位甲上帝有结连的人，因拢会当共款伫因的生命内底活出真水的生命品质来做。荣耀上帝的工，我即马开始来讲我家己的故事。我讲我是第2代，阮爸爸我细汉的时，阮妈妈甲我讲我是阮兜内底唯一无nghè香的，因为进前阮妈妈还袂洗礼进前，阮阿嬷是就是伊就是食菜，所以阮嘛是民间宗教，所以阮爸爸、阮妈妈迄阵少年的时，阮阿嬷有拜，所以逐个拢爱去拜。我出世以后，阮开始就慢慢有去教会，所以我是阮兜唯一无nghè香的。我虽然从细汉就开始参加主日学，参加少年团契，参加即个真侪教会活动吼。我家己我嘛伫大学的时，我家己嘛是决志圣经安头教会读个，但是我感觉我伫信仰内底还阁无真正的体验。伫我的人生内底，虽然我的过程非常的顺利，小学、中学到医学院毕业做医生，我感觉我拢真顺利，所以我会感觉我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啥？是我的成功啊，我的成就，安怎成做一个好的医生，这是我的目标。到我伫差不1986年，我开始伫中去上班。然后民国我86年是我伫迄间做住院医师了后要升主治医师的时，
我忽然间，伫我的有一天，我迄阵来莅临上班，来莅临支援，我坐车坐来到莅临，开始看无几个患者的时候，我就感觉人乃足忝的安尼，足身足爱困的。所以有时我看一半，我爱去休困者，较会当搁看。所以我感觉讲，奇怪，我啥害我会遮艰苦？所以我去检查，发现哦，我的肝病发作。我以前就有一个鼻肝，但是以前的鼻肝拢无啥发作。到我迄阵拄升主治医师，拄是我开始想要好好甲我的人生的即个辉煌的阶段开始来完成的时，我倒下病倒。我无法度做啥物款的代志，我的肝指数按200外、300外、400外、500外、甲1000外，我爱去大院，所以我伫迄个时阵，所有的医疗的工作我拢无法度做，我敢会当伫病院内底。迄阵阮拄啊老二出生吼，我看到阮太太安尼某少年，囝细汉，我就开始艰苦。讲我即摆我拄仔要成功尔，啥上帝互我拄着遮？但是我感觉迄个是我人生的上大的转捩点。当我伫拄着迄款的一开始非常怨叹的状态之下，我开始安静落来。我知影讲我袂当安尼，就失志啦吼。我会轻调上帝。我既然是一个基督徒，我就爱开始敬了上帝。我开始逐工早起时，以前我嘛是拢会去教会，但是我是单是礼拜日的基督徒，其他的时间我可能嘛毋是讲真热心。但是迄个时间开始，我逐工早起来就开始灵修，开始读圣经，我开始祈祷。到一段时间，迄个上帝互我伫伊的话内底有读到迄种上帝迄个话的滋味啦。上帝话定定鼓励我、帮助我，互我知影讲我上帝无离开我，上帝无放杀我，伊会甲我相甲行过即段经历。所以伫迄个转变的中间，我差不多有半年的中间吼，就一开始我半年拢无法度上班吼，到差不多到后边2-3个月开始，我开始安静落来了后，开始读圣经，开始祈祷了，我的迄个肝的指数吼，怎开始一直降。到半年以后，我完全恢复正常。到即马为止，我的肝脏的病拢还阁恢复正常。我开始知影讲，我袂使家己诚做是一个礼拜日的基督徒，我爱甲上帝亲自来建立即种美好的关系。所以我知影讲，上帝互我有真侪恩赐，毋是干要诚做是一个医生的成就尔。我开始用我家己的能力，会当服侍，开始服侍。所以，当我开始好起来了，我开始就参加阮教，甲阮牧师讲，我会使去做教会的少年团契的辅导，我来帮助即个少年团契开始参与真侪的服侍。这是伫我，就是讲我过去虽然我是第2代基督徒，但是上帝毋是讲咱互咱诚做一个名誉上的基督徒尔。上帝爱咱每一个人甲伊建立家己的关系，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就是讲，伫你的时间的即个关系链内底，也许你是第2代、第3代的基督徒，毋过伫即个属灵的关系链内底，上帝爱你诚做你甲伊建立关系第1代基督徒。当你开始甲伊建立关系，你甲上帝的关系愈来愈亲密，你伫伊的话的中间去感受到伊话对你讲的即个美好的事，你会开始知影上帝伫你生命会做真侪奇妙的作为。咱来看，我有看即个约翰福音15章第5节吼，咱做伙来读好无？这字较细字吼。我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是上帝爱咱甲伊结连，耶稣爱咱结连。当咱甲伊结连了后，
伊自然就会伫你的生命内底，互你活出一种无共款的生命品质。迄个生命品质是要安怎？叫咱结果子，伫咱的生命内底会当结果子。我来讲几个见证吼。当咱甲上帝结连了后，伊毋是干要互你感受到伫信仰的甜蜜内底，伊会带真侪人来到你的面前，甚至甲你带去一寡人的面前，互伊去认捌主耶稣基督。我用即张图咧，要甲大家见证是，我有去长庚医院眼科进修，我进修青光眼，我的老师是一个青光眼方面的专家。我还未去进修的时，伊迄阵是长庚医院的眼科主任，因为伊伫医学院迄个眼科医学界内底伊的演讲，我逐边去听，我感觉这个人实在是足巧的，足有学问的。伊只要一篇一个迄个 slide 吼，一个迄个图，伊就当讲足侪故事，互你对即个图内底学足侪物件。所以我从住院医师的时，我就真羡慕即个人，我要去甲伊学。所以当我训练了，我就申请去长庚医院，要去对即个老师学即个青光眼，伊是青光眼的专家。我申请的时，伊是做主任，所以是伊批互我去的吼。但是当我去到遐的时，已经毋是做主任，为什么？伫长庚医院内底，因为派系斗争的关系吼。伊去互顶悬的，去互一寡人甲斗斗，所以我去的时，伊拄好无做主任。我感觉这上帝真趣味的安排哦吼。因为伊做主任的时，伊是一个真巧的人，所以伊非常的成功嘛。伫迄医学迄个眼科医学界内底地位真悬。台大医院毕业，台北荣总受训，伊48岁就摕到教授。迄阵眼科界可能春菜5支镜头仔内底，伊可能有算一支的吼，就讲，迄时阵眼科要摕教授非常困难，所以伊非常骄傲。我去对伊学即个青光眼时，阮就对伊看门诊嘛，一边看门诊看到点外，伊就讲黄医师，咱做伙去下骹迄个长庚医院下骹的即个美食街食饭，阮就甲伊食，食饭的时候我就祈祷，我就祈祷，伊就看我祈祷，讲哦，黄医师你是基督徒哦，讲我是基督徒，伊讲。我的我的哥哥吼，因拢基督徒，因拢是台大毕业，因为伊的老爸是医生嘛。伊讲都是他们，因拢即摆拢是美国。但是吼，伊讲包括伊一个朋友，一真好朋友是牧师啦。因拢甲传福音来，因拢辩袂赢我啦，因拢辩袂赢我。所以吼，我感觉讲，伊感觉伊是一个好人。伊讲伊家己以后一定会上天国。伊无毋对，伊实在是真。若做一款按医生的角度来看，伊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伊非常有学问，伊的医术非常的好，而且伊对病人的照顾是非常的尽心尽力。所以对人的角度来看，伊是真正是一个好人。所以家己感觉伊真好。但是当我去的时，伊看到我伊是一个基督徒，伊安尼甲我问，伊甲我安尼讲，我想安尼，即个老师吼，伊是我的老师，佫遐有学问，我要甲传福音。我迄边我转来到我的厝里的时，我就伫我的册架仔摕到这3本册啦。这3本册吼，一本是基督教信仰与哲学，一本是信仰知识，佫一本是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我想伊是学科学的吼，这我拄啊册架仔内底拄有找到这3本册。我讲老师，我下礼拜我转去了，我就讲老师我伫我册架有这几本册吼，无你若有闲，你较看者。我送伊了后，看了这几本册，伊足认真看哦。过几礼拜了后，这几本册无好读呢，吼。几礼拜了后，伊甲我讲，黄医师，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惊一跳，你知？因为我完全无甲讲信仰的代志，我也无甲传福音，我刚摕这3本册互看。因为甲我讲一句话，讲原来我以前问的问题，其实早很久以前的人都问过了，只要我要不要信而已。我感觉上帝，我感觉啥还是真奇妙，就是讲，伊若原底还搁咧做主任的时，伊绝对无时间甲我去食饭啦吼，伊嘛无时间去想这个代志，伊一定
用足侪时间去想讲伊要安怎去即个眼科、即个科、即个部的行政的足侪问题，有足侪交际、足侪学会的代志，伊无时间。但是伊按真悬的位去用倒斗，无做主任，第伊较谦卑落来。第二，伊较有时间来思想信仰的问题。上帝将我带伊到即个人的边仔，互伊转变，愿意听到即个信仰，来降服落来，愿意成做一个基督徒。毋是我会教，毋是，是因为真侪人已经对伊传福音嘛。伫迄个时刻，伊领受着福音。所以当我伫迄个训练结束进前，伊带伊足侪学生，阮做伙请食饭吼，我请伊食饭，足侪学生的面头前，伊伫遐做见证。伊叫这学生讲：恁以后爱去教会。这故事还袂结束。我转来差不多半年，这个老师过身。伊长庚医院派去纽约伫遐啊参观一间病院，伊要建立一个基础医学一个眼科的实验室。伊伫纽约公车上，突然之间，这个伊的脑血管瘤破裂，伫遐过身，伊过身。所以我感觉上帝真奇妙。伊用这个方式，互这个人，伊是一个好人，但是敢若无信主尔。但是将我带到伊的边仔，回来会当领受到这个信仰，这是一个真奇妙的作为。佮另外要讲一个故事，这是我的患者。伊过去互我看，偶尔会来，有一遍伊来互我看的是。伊的目睭安尼大甲足大足艰苦的。迄遍伊敢互我看，我看到伊的目睭是真大、真红、真艰苦。但是毋是安尼，我看到伊的面的表情非常的忧愁啦。我就甲讲：你即马啥你的目睭会变安尼？伊就开始甲我讲，因为无偌久进前，伊的查某囝。伊上细汉的查某囝，这个查某囝是伊上疼上贴心的，伊是一个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迄天的早起时，敲电话甲伊讲妈妈，我今仔这班飞机是要飞到日本的东京，早上飞去到东京。我暗时共这班飞机，我转来台湾，然后我暗时就转去到厝。但是迄班飞机早起时飞去伫桃园的机场弄到边仔的起重机，就失事。新加坡航空迄边死230几个人，因查某囝就是伫真内底，所以伊非常的艰苦，伊伫遐一直哭，所以目睭就足大的。我看到伊迄个面的忧愁，伫我的内底，我毋是敢看到伊病，迄个忧愁我会感非常的，迄种印象非常的深。一天早起时，我咧灵修的时，有一个声甲我讲，我去看这个太太。迄个感动吼，足强烈，互你无法度拒绝。所以我就讲好安尼，我就按阮兜摕2粒来就叫阮护士将这个。伊的病历顶悬的即个电话甲住址互我，我就照即个住址去找。结果遐已经无人啊，无人咧住。我就甲上帝讲：你叫我去找这个无人都无住伫遮，安尼无我的代志啊！你毋知？我按看到伊迄遍，到我受感动要去看，中间头经过几礼拜的时间，迄早起。我去找伊无，迄个中昼我看门诊，伊就来我的门诊啊。我已经几啊礼拜无看到伊哦，伊出现伫我的门诊。我就伫遐看到伊，我就讲，较紧甲问讲，你即马搬去倒位搭？原来是安尼，因为伊嘛是一个基督徒。伊
因为伊原底是伫中华浸信会咧聚会，因为即项代志了后，伊非常对上帝非常的受气啦。伊甚至嘛无爱去教会，嘛无爱教会人去找，因为搬去一个所在，互人找无的所在。啊，但是伊来到遮，我就甲问讲：啊，你即摆你住伫倒搭？啊，你电话几号？我爱甲你看你的住址，啊，伊就乖乖甲我写伊的住址，甲伊的电话。讲安我就个住址，所以早起找无，中昼伊来，我这任务还未完成，所以我暗时我就找着，佫共款摕两粒来啊，我爱去拜访这个姊妹。啊，暗时我看这地址是伫这个太和路遐，我去迄个所在，我从来毋捌去过的所在。我就开车一直驶到一个所在，哎呦，哪会怎一直愈驶愈偏僻，怎找无人？我感觉迄个，我就想讲，我爱落来看讲即个所在是啥物所在，住址啥物，所以我一落车，门一拍开，讲有一个人甲我讲，哎，黄医师，你哪会伫遮啦？迄原底是一个阮教会。一个曾清豪长老，伊是牙科，因内底一个护士啦。我定定喙齿无好，定去互曾医师看，所以伊捌我。我暗摸哦，遐拢无人哦，竟然我开门的时，有一个人甲我讲：黄医师，你哪会伫遮？我讲我着要去啥物去做？伊讲你行毋对路，是毋是遮啦？是安怎行？我着怎安尼去到遐？恁那上帝爱我去伊遐甲讲一句话，伊讲。以赛亚书49章讲：妇人焉能把自己的孩子忘记？妇人敢会甲伊家己饲女的囡仔忘记？就是忘记，我也不会忘记你。我把你的名字写在手心上。上帝要甲讲一句话，伊甲我讲这什么意思？我讲上帝告诉你，他没有忘记你。伊足受气上帝，上帝还捌讲，上帝无袂记你。所以，当咱的生命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时，上帝会带你去到人的身边，上帝嘛甲人带来到你身边，为着安那？是你的生命品质，是你的信用顶悬的气力，要帮助人，互人会当认捌上帝。信仰的起源，为什么咱爱讲信仰起源？因为咱若无追溯咱的信仰的起源，咱就毋知影咱得到即种的信仰是何等的福气，是咱的包括你家己，也是你的几代进前的人，会当得到即个信仰是何等的福气。当你会当领受到即种福气的时，你敢会当将即个福气白白放伫你家己的身躯，无甲传出去嘛？咱爱将即种的福气分享予真侪还佫无认捌的人的因的中间。我伫遮讲，咱毋通成做咱的家族信仰的终结者。即个信仰的终结，即个信仰甲你就无去，为啥？你无将即个信仰传落去。即个信仰传落，咱知影摩西伊是足伟大的即以色列历史内底上伟大的一个。讲是民主救星嘛好吼，带因出埃及的一个领袖。但是咱若看士师记18章31节，摩西的子孙正做但即个支派，服侍米迦偶像的祭司。大卫伊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伊的诗篇内底有真济来讹落上帝来讲出伊对上帝中间迄种真美好的即种的诗讹落，但是伊并无将即个信仰好好啊传承伫伊的囝儿的中间，直到安那，伊的家族兄弟相杀，到最后囝要追杀伊，所以即个信仰的传承，咱除了爱去追溯咱的即个信仰以外，咱爱会当。将即个信仰传承落去。我今仔日的即个讲到讲，咱透过追溯信仰的起源，要点燃咱传福音的热情。那安尼，咱信仰的起源，即个信仰，咱到底要安怎来使用？伫你的家族内底，
咱知影犹太人因伫即个宗教信仰的节日内底，有几个3个真重要的节日。第一个节日是用逾越节做开始，差不多一礼拜中间，有即个差不多是咱咱咧过月节，迄个时阵差不多伫咱新历，因的逾越节是犹太历的1月啦即个咱差不多咱的阳历的即个国历的差不多3、4月中间。逾越节做开始的3个节日，就是即个逾越节个渡港节，初守节。那之后第2个重要节日就是五旬节，就是初守节之后第50天是五旬节。咱明仔载是咧纪念啥物？圣神降临节，这是五旬节。最后一个节日节期是用吹角节做开始，吹角节才是因的新年。就是按吹角节开始，差不多3礼拜中间，以祝棚节、大饼节做结束的一个即个节期，最后这1礼拜中间，犹太人甲目前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因拢抑搁伫因的厝邻的边仔、因的庭院，也是有诶。若因是住伫公寓，因可能会去借迄校内底做大饼节，伫迄大饼仔搭一个帐篷伫内底。邀请真侪人伫遐来伫遐聚餐，伫遐因是甲即摆抑搁咧过即个大饼节，是因为因咧孝念孝念因过去即个祖先，因怎样出埃及，住伫旷野的中间，上帝安怎样供应因伫即个旷野40年。那因敢若咧孝念即个大饼节？毋是，因敢若因同时嘛是咧孝念咧追溯因原底上帝安怎通过亚伯拉罕因的先祖，上帝甲因立约的第一个即个祖先，竞选亚伯拉罕来成做因即个家族民族的开始。上帝甲即个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因感觉因是上帝的选民。因咧纪念这就是通过大饼节，因来孝念因信仰的起源。伫美国，因有过这啥感恩节嘛，感恩节因嘛是咧通过感恩节，因来孝念因的先祖。经过大西洋节，即五月花的即个船来到即个美洲即个。美国迄个所在了，当因丰收了，因伫遐庆祝即个丰收的是因用即来做感恩节。每一年因伫遐孝念上帝安怎引带因的先祖来到遮，上帝安怎供应因的一切。这是一个民族性的孝念因一个因一个即个活动，嘛是一个节期，嘛是一种因的文化。咱华人咱嘛是会真济咱会用。伫除夕的时，咱嘛是会全家聚会，也是咱过年的时，咱会全家聚会。咱全家聚会拢较无为着啥，有可能会祭祖啥物货。但是咱基督徒，咱伫即个过年的时，咱会当做啥物？这是一个真好，咱会当来追溯信仰起源的时刻。我咧讲阮兜阮的爸爸开始，伊通过一个医师。将这福音传到阮兜。阮即马开始，我的囡仔，我第3代，我第2代，阮的囡仔拢出来。所以，阮伫过年的时，阮拢会去到我的三哥的厝，伫迄遐，阮的家族伫遐，每一年的过年，阮伫遐聚会，做家族的家庭礼拜，伫过年时做家庭礼拜，简单的家庭礼拜了后是安那？开始分享，每一个人分享，伫今年的中间，上帝怎样伫你的身上有啥物款奇妙的作为，有啥物款的恩典，你爱分享。伫遐，我嘛咧分享过去即个家族的信仰是安怎来？上帝伫即个家族内底有做啥物款奇妙的作为？互下一代，阮即马第4代，阮哥哥的囡仔吼。囡仔拢已经出来，所以已经第4代已经出来。因已经开始会当捌代志啊，
因捌代志了，就爱开始知影即个家族的信仰是安那来。为着安尼，较会当凝聚即个家族的信仰。咱爱伫咱的伫家族性的中间，咱爱将即个信仰传承落去。所以咱伫遮做一个结论咱毋是敢做一个，我头仔讲了，咱不要成为你家族信仰的终结者。咱安那颠倒安那，咱爱成为别人家族信仰的起源者啊。就是讲，像头仔这位长老你讲恁的老师国小的时，伊带恁去主日学，伊就是你的生命中信仰的起源者。咱有当时不经意的中间，因为咱一个疼心的作为，因为咱讲一句话，因为咱时常甲上帝结连，上帝带你到人的身躯边，为着要将即句话，互伊认捌上帝，你就成做即个家族信仰的起源者。头仔赵医师伫遮讲，咱拢毋好看轻咱家己啊！你不管你是毋是有读册，有啥物款的社会成就，伫上帝来看，迄拢无重要。上帝看重是每一个灵魂，看重你甲你的关系，你甲伊的关系。如果你甲伊的关系建立真好的时，上帝就会用你成做伊传福音的器躯，来帮助真侪人来认捌你。所以，伫即个圣神降临节咧到的时，毋茫咱大家拢会当成做是一个有领受着圣神迄种气力传福音的热情的迄种的人。咱伫咱的生命中间活出迄种信仰的气力，咱就会当伫上帝引带、奇妙引带中间，成做别人信仰的起源。迄个人，咱三脚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伫即个圣神节、圣神降临节要来的进前，阮伫遮举办即个聚会，阮深信毋是偶然的，是你特别邀请阮来到你的面前，互阮会通过即款的组织，搁一摆来点倒阮传福音的热情。阮也恳求。迄个伫初代教会点倒初代的信徒的圣神，伫即个中间点倒阮每一个人传福音的热情，伫阮的生命中甲你同工，互阮回应你的呼召甲你的听，使望阮成做你的器躯，将你的听传出去。阮将阮的生命也奉献伫你的面前。要诚做活祭，来伫阮的生命，通诚做侪人的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的名，阿免。你要带阮唱这条歌吗？即个。你头前应该都有，其实这是真好的安排，这是美丽的错误哈。小可大家小可沉浸一下。这张图是咱来看到有几个一个蜡烛吼，真水。你若真做一个基督徒，你拢无出货，你是一个真水的蜡烛伫遮排水尔。毋过，当你若准愿意点倒，即个蜡烛若点倒，伫黑暗的所在，就会当带来光明，带来热情。毋是讲你点倒，如果教会内底真侪人的蜡烛拢会点倒，即个蜡烛每一个蜡烛做伙擎起来的气力，就变真大。这张图是啥物？这张图是莱比锡伫1989年，我讲这个故事。1989年9月时，伫德国东德莱比锡
的一个圣尼古拉教会，每一个礼拜一的暗时，因拢有祈祷会。祈祷会了后，因就将即个蜡烛摕出来，伫即个街路中间，若有人有摕蜡烛的，伊就将即个蜡烛传互伊。后来愈来，即个因为祈祷会了后，因行出去，即个变做是一个真大型的聚会，人愈来愈侪，所以当地的即个政府非常的紧张吼，像即摆中国共款，只要若有人足侪人聚会，因就会惊。所以一开始就开始用狗仔去咬啦，用警察去甲拍，但是愈拍，这聚会的人愈来愈侪啦。逐个人甲拜的时，就足侪人要来教会参加祈祷会，所以到伫1898年的10月初9的时，迄边因无法度遐侪人，所以只好伫这内面是4间教会做一届来举行迄种祈祷会。祈祷会了后一出来是，有真侪因的少年人，有真侪会自发性就行出来因的街路。迄边拢总7万几个人伫街路景愿行，但迄边7万几个人，10月9号7万几个人出来行，有真侪人摕蜡烛。迄边煞东道的即个警察、即个维安的部队，毋敢去甲处理，毋敢去甲拍，所以因就开始话因爱自由、爱民主、爱对话。自从迄边了，鼓励足侪其他的当地的，包括即个东柏林的人，因嘛感觉讲因爱徛出来。经过1个月以后，10月初9 1989年10月初9 50万人伫东德的所在行出来，迄天将柏林围墙推倒。我讲就讲，咱每一个人只要咱愿意，正做一支蜡烛，你愿意点倒，你会影响其他人，伊嘛点倒伊的蜡烛，迄个热情就会走出来。迄热情走出来，迄个气力是足大的，毋是甲改变一间教会，改变一个社区，改变一个国家。东德就是安尼倒去的。所以我想，最后咱来唱即个即条歌吼，主得叫咱人，这咱前咱主日学的时就唱过啊吼，咱做伙来唱即条歌。主得叫咱人做伊甘这世间是黑暗，做人着难，咱着做伊甘一人一家。主得叫咱人归向光互伊，咱着用无名要互伊欢喜，伊阿落满世间，咱真有黑梦，咱着做伊甘一人一家。做工程，咱有做好友，阮做成过名。看世间真黑暗，若亲像乌梦，咱着做伊个一人一家。好，多谢。咱多谢黄医师甲咱分享。我想今仔下晡咱有真侪的感受吼，甲咱一般但是咱咧听的一个不一定性的无啥共款。生命是有影响力的，吼，生命是有影响力的。最后要结束祈祷进前，我讲一个分享了后，交互个咱的区长吼。我有一个足尊敬的，对我的信仰的影响的中间有一个足特别的牧师，伊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伊的名叫做 John Stott，伊到一生的中间最后一摆的讲道，伊伫讲道中间，伊咧反省伊所建立的教会，伊一世人敢若牧一间教会，伊甲兄弟姊妹分享讲，我发现有真侪教会真苦闷、足苦闷吼，就讲足认真想要传福音，但是啥啊效果足歹。伊的结论就是迄篇的讲道篇的第8讲，兄弟姊妹，咱来亲像主耶稣，
今仔真侪教会无影响，那是因为咱讲的甲做的无一致。咱所讲的话嘛无亲像耶稣的话，迄篇讲道，互我有足深的感触。这咱虽然毋是足大的区啦，咱的教会嘛拢毋是足大型的教会，但是咱有主耶稣，咱有亲像主耶稣，亲像今仔日黄医师甲咱分享的对伊的家族的信主，最后伊佫特别用即条诗歌讲，咱若是食做一个光灯。伊所讲的故事是真含义的故事。伊个故事伫德国足出名，东西德合并柏林围墙，其实就是对一个教会祈祷会。因祈祷会了后就讲，咱毋是做干那静态，啥物拢莫做。咱的祈祷会了后，咱出去找着人，咱就点甲做伙点一支蜡条，咱做伙为着国家来点着一支恶梦的蜡条，好无？你若好，咱就点倒蜡条。亲爱的姊妹，咱伫即条诗歌要结束之前，咱请区长带咱做决志的祈祷。咱拢甲主耶稣讲，主啊，互我哪亲像你。佮有就是明仔载圣神降临节，咱会记得牧师若无带咱做即种领受圣神的充满的祈祷，咱通甲上帝讨。主啊，你的圣神互我点倒我的生命的蜡条，互我的蜡条毋是黑暗的，是点倒的。咱来请牧师带咱区长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阮搁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阮知阮软者，毋过你经选阮。主啊，阮知阮无够格，毋过阮要倚靠你。主啊，阮知即世间是黑暗，但是你要诚做光点导阮，照着阮点导即个世间。主啊，搁一摆恳求主你，伫明仔载圣神降临这个时，伫即点，阮三甲自责。阮用你所行搭伫即个世间的故事，无论是群体也是个人，互阮知，主你是真，你是活，你是好，你是水。所以阮军队，阮要献上阮家己。阮知这是有代价，毋是空空，毋是为着阮家己，是为着主你。恳求主你拍开阮的心，互阮所行所做，互阮看无家己。只显出主你的光，互即世间伫主你的眼中看做好，看做水。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愿上帝的圣神充满咱大家，互咱诚侪点倒的蜡条，要得去咱大家平安，咱一路小心，上帝甲咱三个伫地。后壁还有点心，你若有需要咱无急要走的人，咱会当做伙用